有的分不到。我们明天我们再给这个都，再煮个面，我的不能吗？嗰個啫，我嗰個拉咁喎，大魚咧，嗰個叫咩啊？大玩魚嘅，大咩啊？玩魚最軟啊！最軟，我這個唔同啊。要好耐啦，要最緊要雞肉啲。貴咗㗎，爆佢哋呢個，你熟嘅，就係講佢夠打橫。